用生命创作演唱台湾诗歌震撼人心的王明哲，因为进前拢伫个国外，而且做了袂少个曲。伫个王明哲国际音乐协会秘书长林雪星的安排，今年来开始伫个国内举办音乐会。即届透过议员李启伟加成大台语文的教授蒋伟文的牵线，将伫个8月19伫个成功大学成功厅举办诗与歌音乐响宴的音乐会。演唱的歌曲拢是台南在地有名的诗人所写的诗，王明哲谱的曲，希望保留台湾语文的水，用音乐来传唱落去。这场音乐会主要就是咱用到台南的诗，这有咱台南安尼真济安尼这个诗人因的诗配合着咱安尼王明哲老师伊的一个曲安尼创作出来的一个音乐这有拢真有安尼这土地一个感情嘛有拢有真有安尼这音乐性的一个真好听的一个歌曲安尼一个演出。咱所在联合国已经将咱的语言列入有可能会灭绝的一个语言，这个严重性所以要救这个文化上紧的方式就是音乐，有好的诗词、好的歌，传播大家唱、大家听。阮做这个工作就是希望讲，透过这个救咱家己的语言啦这足侪语言已经死亡啊。所以我今仔甲这个渔夫大哥伊是先拜这内底伊上前辈，我有一寡概念互伊，有足侪语言已经死亡，看有法度去透过写你的诗词内底变做歌来唱，就是这款的机会得转来，像我讲搭田啦也是翘起啦什么飞雷啦，即种什么囡仔已经听袂到，即款拢完全拢死亡去啊，无得用啊。所以咱诗词是毋是有怎啊插几句啊？咱过去的迄个语言把它救回来，无咱的希望足紧的，咱的语言死笔记足歹记，唯有可能就是音乐。王明哲国际音乐协会秘书长林雪信表示，这场的音乐会是特别为台南举办，因为这个作词家、诗人拢是台南人。下午出席活动记者会，有陆里门渔夫蔡启兰、黄氏诗人，还有市府文化局的主笔前议员李文静等人。大家共同为19号的诗与歌音乐响宴的音乐会来宣传。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